最近盘门蛮难买，蓝底子间蓝水盘门，我看现在也改名叫滚水盘门着，跟我去看看。年初一到年初六，景区里每日有超过20场非遗演出。听昆曲仔，上头有个姐姐，带一点啊。昆曲厅后山边浪向有猜灯谜活动，北洲队边浪露天剧场非遗滚灯舞。一只连一只，节目来不及看，红蛋糕一家母子人。表演这一段落，后山先自然逛逛。第一次看见事业展映，此岁一幅大用漫标价500块，不得了，夜里向竟然有平台演出。朋友们多看看，也是滚水盘门，我分讲错吧。阿祥点个节目来着，闪光塔观音水。